基督教靈實協會轄下嘅司務道領養院以基督為中心，領養院成立於2006年，致力為長者、長期病患者以及晚晴病人提供整合醫療護理、復康同埋靈性關懷嘅全人照顧。於2014年與司務道護養院合併後，正式改名為司務道領養院。病床由50張發展至100張，服務亦擴展至家居舒緩，並設立不同資助病床計劃，讓服務得以延伸至基層及夾心階層嘅市民。15年嚟，領養院共服務超過2500名病人同埋佢哋嘅家屬，讓院友喺人生嘅最後旅程中得到平安同盼望。其實媽咪一生都有好多唔開心，亦都好多親人離世。咁去到晚期都有確診癌症。咁其實做我仔嘅都唔知點樣可以幫到佢。面對住死亡，好多病人都感到絕望。身體上嘅痛楚固然要舒緩，但係心靈上嘅痛楚亦都唔可以忽視。我先生係好中意影相嘅，佢影得呢個世界又好有色彩嘅。自從佢有咗呢個病之後咧，佢嘅生命亦都冇咗色彩啦。呢個係咪真心嘅服務呢？我哋係睇得到同埋感受得到嘅。起初媽咪都都好不安啦，但係佢慢慢都有個信賴。我做仔都係覺得好開心，見到呢度令到媽咪心靈上邊都有好大嘅改善。喺個慈惠病床底下，其實佢係好大嘅受惠，咁令到我哋屋企人個經濟壓力啊，或者所謂都係會幫助好大好大，令到我人生其實都有幾大改變。由以前完全係唔做義工啊，咁由而家都好多時都真係會去探訪病人啊，或者係關心呢啲事務。初初佢都係好唔開心，連屋企人啊、我啊、教友啊，全部都唔肯見面咯。咁就又得到呢度啲院牧啊、姑娘啊開解佢咯。咁佢就釋懷到就接受呢個現實咯。咁又幫佢7月搞咗個生日會啦，好多人同佢慶祝啦。咁同埋最開心佢係搞咗一個攝影展，因為我先生以前影得一張係好多有色彩嘅雀仔啊、蝴蝶啊、花嗰啲，咁佢都話最終呢段路咧都係好精彩同埋好有色彩嘅。我諗佢個服務個好處咧係一個好全面一站嘅服務啦。咁同埋佢多方面都會照顧病人嘅需要，好欣慰嘅、好感恩嘅，就係佢哋經常咧係同我哋交談，俾我哋啲支持。我哋都想感受到咧，呢個係一個好似家嘅環境，呢個咁嘅關懷嘅環境咧，係我相信係喺好多嘅醫療嘅系統裏邊咧係見唔到、睇唔到嘅。3年前咧，我外父咧因為患咗腸癌，到達末期咧就入住靈實領養院。我諗喺呢度，除咗喺身體上嘅痛楚，佢得到一定嘅舒緩之外咧，最重要喺人生路上咧，佢都可以覺得有人同我一齊同行。咁我覺得依類嘅服務咧，應該係成為醫療發展嘅重點一部分。同主流醫院接軌之外咧，亦都要同基層醫療去接軌。我哋希望病人好有尊嚴咁行埋佢最後個程，呢個先係最緊要。隨住香港人口急劇老化，為配合迫切嘅需要，司務道領養院於2019年開展擴建計劃。計劃共分4期進行，包括第1期興建安寧照顧大樓及教研中心，第2期翻新華永樓，
第3期同埋第4期分別興建長期護理服務大樓同埋長者綜合復康及療養中心。病床將由而家嘅100張增至600張，擴建成為一個可為體弱長者同埋慢性病患者提供全面一站式嘅慢性病醫院暨長期護理院舍。除咗住院服務外，更會提供日間護理中心、專科門診、長者復康及家居護理，將服務擴展至社區，為建設全港首個醫養結合社區，使更多人得到優質嘅全人生命晚期照顧。請支持靈實司務道寧養院，用愛擁抱生命旅程。